喺4月1日嘅泥地夜賽，兩位健澤女騎師袁幸瑤、黃寶妮當晚先後勝出偵探傳奇、八進福星，大家嚟個評分抽色。喺今晚嘅泥地夜賽，袁幸瑤、黃寶妮又係各贏一場。黃寶妮先喺第2場5班1000米勝出由文家良訓練嘅機械騎士，而袁幸瑤就喺第4場4班1800米策騎伍彭捷訓練嘅精明選擇一放到底。兩位女將還有2場亞軍，全晚同樣交出1冠2亞嘅好成績，表現精彩。而文家良、伍彭捷賽後都係大讚佢哋嘅發揮。我哋而家一齊重溫馬會賽事影片，睇返黃寶妮、袁幸瑤點樣贏馬，同埋文家良、伍彭捷嘅賽後訪問。5班1000泥地大熱10啊，暫時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呢，咁啊快閘嘅馬，咁啊中間位置有機械騎士啦、辣德金啦，咁再見到最出嗰邊有天比高啦、內蘭藍衫起行啊，中間出閘唔快走翻上去白衫，外邊有銀亮豪俠啊，出邊呢紫色眼罩就爆熱，呢個呢就係爆熱嚟噶，咁啊中間位置仲有隻天火同德啊，後邊個5匹馬魅力星建策精英啊，尾3呢內蘭啊有東方福寶，中間自有心得，出邊黑衫打咗佢一邊呢，就係嗰隻後無來者，大約尾3度啦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喎，辣德金走中間啊佔先嘅，埋邊有機械騎士啦，銀亮豪俠就橙色眼罩第3，第4有黃帽天火同德啊，第5紫色眼罩咧紅帽嗰隻就爆熱啊，響外邊紅眼罩粉紅衫你仲有天比高啊，後多層內蘭藍衫啊起行啦，馬林中間建策精英，外邊追嘅馬有魅力星後無來者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咁啊機械騎士埋邊搖下搖下咧就已經係透出咗啦，辣德金響中檔，中間追嘅馬有銀亮豪俠爆熱啊！響外邊位置咧上咗少少嘅天比高建策精英啊！最後100零米機械騎士搖下搖下，仲有1個馬嘅優勢啊！外邊爆熱逐步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。機械騎士埋邊始終都係到先啊！第2爆熱，第3呢起行呢，撻下又撻着搶咗個第3、第4，係銀亮豪俠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機械騎士都當然把握到啦，輕磅咁啊減啲磅，又跟前嚟跑，走甩咗先啊！爆熱追上嚟，第3呢埋邊係起行，第4名銀亮豪俠。舉手為之3個機械騎士，佢都係連續翻去緊呢幾場嗰啲出色嘅優良好嘅表現嘅。佢今次個檔位好啦，同埋1、2檔啲馬唔係咁快，咁佢比較容易啲攞到個好位置咁樣。同埋呢場馬咧，布里亦都跑得好聰明啦。咁啊，雖然嗰隻辣德金喺前線咧，但佢係頂住佢，冇機會俾隻馬入到。咁佢自己喺內欄啦，又唔使帶頭咁多力啦，所以佢入到前衝。我話呢匹馬係4班都有表現嘅，某程度上係5班反而係即係亦都可以話有優勢。過往嘅事啦，因為依家佢年紀開始大啦，越嚟越多新馬喺度啦，所以佢未必喺4班有優勢嘅。咁佢呢場喺5班度有個檔位好，同埋保利試閘啊，都要睇呢隻馬嘅。咁啊，今次都係重新喺呢個檔位係安排過7檔架。再次恭喜晒，你哋大熱暫時係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年年有福咧，紅眼罩黃衫咧，稍為立嗰啲喺後邊嘅。好啦，前面快馬。灰馬精明選擇啦，外邊嗰隻灰馬保羅輝煌走咗上嚟，埋邊第3位艾利奧嚟噶，咁啊第4位出邊黃衫啦，開心宇宙啦，中間第5位紫色眼罩仲有風起雲湧啊，第6位嘅馬埋邊位置本領輝煌啦，馬林中間橙衫橙帽仲有精彩動力啊，響外邊啊有呢隻森林之王啊，尾3位置係安可啊，暫時殿後嗰2匹馬分別係怪獸叉燒同埋一隻呢就年年有福嚟噶，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精明選擇呢。
就貼欄放啦，保羅輝煌呢就響佢外邊嘅第2啊，第3位咁啊，埋邊艾利奧，出邊第4位有黃衫嘅開心宇宙啊，中間第5紫色眼罩啊，風起雲湧啦，後多層啦，咁啊內欄本領輝煌，出邊綠衫森林之王啊，尾3係精彩動力啊，後邊嘅3匹馬啦，安可響尾3啊，響佢外邊啊怪獸叉燒暫時電流開始要比緊啦，係年年有福嚟㗎。好啦，過晒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精明選擇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保羅輝煌啊第2位，位置變動上面就唔算好大嘅，埋邊艾利奧第3啦，第4位出邊開心宇宙，中間第5紫色眼罩風起雲湧啊，咁啊就好多層啊嘛，第6位精彩動力啊，黃帽第7位，咁啊睇下佢攞出嚟攞入咯，有呢隻就安可嚟㗎，響入邊本領輝煌，後呢個馬怪獸叉燒森林之王年年有福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精明選擇有少少嘅優勢啊，見到風起雲湧，外邊已經追緊上嚟啦，中檔位置有本領輝煌，出邊呢就係黃帽嗰隻安可啊，最後100零米精明選擇仲有1個馬嘅優勢，風起雲湧第2位，第3位嘅馬有保羅輝煌，出邊安可埋邊呢就艾利奧，接近終點，精明選擇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啊！第2名風起雲湧，第3名係埋邊嗰隻艾利奧啊，第4名呢保羅輝煌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精明選擇咁啊減鐵榜，袁幸堯擺咗喺前面走呢，咁啊結果呢匹馬一放到底啊，取得今季第2場嘅勝仗咯。風起雲湧第2，艾利奧響埋邊第3，第4名係保羅輝煌。係啊，因為上次就 unlucky 啦，爭少少跑得遠。今次希望減個10磅可以幫到佢，再可以清楚啲咯。當然佢係一個好出色嘅10磅啦，喺呢個場呢一個裏邊冇得挑剔啦，咁啊可以把握到嗰啲咯。一定啦！3檔咁啊，估唔到佢自己都估唔到快過艾利奧嘅，咁啊都好輕鬆可以埋到去先啦。咁但係隻馬不嬲都係咁嘅跑法，都係搶前，最緊要走得順。冇錯，得翻嗰場跑，咁可能跑完嗰場就可以投訴。嚟到第9場3班1200米，馬匹亮相圈就係女星如雲，無畏傑訓練嘅初出馬高度評價。馬主有潘德正、潘葉思敏、黃大權同埋黃張秀文。前港姐亞軍張秀文2021年同黃大權結婚後就絕跡幕前，今晚就係特別入場支持愛駒，而方家柏訓練嘅觀眾之力。馬主就係天氣女郎黃婉曼，其好友事後龔嘉欣今晚都有入場，3位靚女喺馬匹亮相圈碰頭一齊傾下偈，可惜兩區都係無功而回，觀眾之力得第5。高度評價就係跑包尾，大家而家一齊睇返馬會賽事影片。尾3左右咧就高度評價，尾2咧就有愛心得，暫時殿後咧就紅衫嗰隻閃耀天河嚟嘅。好啦，轉緊彎啊，前面巨靈神啊，貼欄就自己帶，跟住第2位熾烈神驅嚟嘅喎，內欄第3嘅觀眾之力啊，藍眼罩外邊第4係標誌極光啊，第5位內欄位置有乘數表，中間各千金揈出去外邊黃衫做嘅時尚風趣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到得心之餘啊，樂勝天下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熾烈神驅響中檔就出咗嚟先啊，巨靈神響埋邊捱緊啊。中間位置上咗少少，有呢隻就標誌極光啦。第4位綠衫仲有觀眾之力啊！依家追上嚟呢，仲有呢隻就樂勝天下。最後100零米啦，熾烈神驅拋離群驅，輕鬆贏出呢場賽事啊！樂勝天下追上嚟跑第2啊，標誌極光第3，時尚風趣跑第4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熾烈神驅，當然個跑法上面呢，就真係啱晒啦，跟住第2位添，直路上面出頭，將對手遠遠拋甩贏啊！